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1，诗篇128篇4节到5节安尼讲：看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耶和华要对錫安赐福你，你心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互敬畏你的人得到福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施恩赐福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愿恳求你赏赐阮智慧，来行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在阮面对困难甲挑战的时，赐阮气力，用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独独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世上一切拢要过去，人所追求的，若是无有你的赐福，到尾拢是空空着磨。主啊，独独敬畏你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你要对錫安赐福阮，阮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，阮的福气拢在伫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